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到纪念越剧宗师陆锦花系列演出的第2场珍珠塔的演出专场。我是陆派弟子许杰。大家知道啊，越剧《珍珠塔》是我老师最负盛名的代表作，所以今晚我们以演出《珍珠塔》来纪念老师。不过，今晚的演出有些特别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剧中饰演方清的和剧中其他重要角色的演员，不仅有我们陆派弟子，还有其他各流派的优秀传人们，以及其他剧种的艺术家们共同来担当。今晚我将担任说书人。大家看到了，我穿了个身衣裳哦。但是凭良心讲，这个设施啊，确实相当难，相当难。不过还好，今天我搬来了一位救兵。下来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昨天刚从美国洛杉矶赶来的陆锦花女士。有请陆锦花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陆锦花。我介绍一下啊，和我老师同名了，对吧？这位就是上海评弹团的著名青年评弹艺术家陆锦花。大家肯定非常好奇，怎么我的名字也叫陆锦花呢？其实啊，这中间有一个故事。刚。因为啦，我的外婆啊，顶欢喜陆锦花，最欢喜的就是陆派。那么我的爹爹自且姓陆，实际上呢，我的名字啊，就叫陆锦花。大巧啊！这样呢，我外婆觉得很享受，她每天叫着我，哎呀，锦花啊，锦花啊，就感觉啊，陆锦花大师似乎生活在她的身边。哎呀，小老侬慢点。那么既然㑚外婆介欢喜陆派，那么啥道理不喊侬去唱越剧，哪能去唱起评弹呢？哎呀，因为搿个辰光还不认得许杰啦，是吧？搿能介样子啊。既然伊拉外婆介欢喜越剧，外加介欢喜陆派，我相信阿拉小陆搿陆派肯定唱得相当好，相当好。哪能欢迎来一段？真的是诚惶诚恐，一直钟爱越剧多年，仰慕崇敬陆锦花大师那么多年，那么这个名字呢也伴随着我到今日。事实上，陆锦花老师他的这3个字啊，对于我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。虽然呢我没有唱越剧，但是我从事了评弹。但外头演出啦，我见到陆锦花，我的名字个牌子挂出去，已经扛满个字。真的是这样。那么就是刚出来，观众就认可了我，也知道了我。那么侪是资深的越剧粉丝。今朝也是纪念你越剧的陆锦花大师。我在这里呢也是学唱了几句，唱得不好还要请观众多多原谅，表心意。就唱几句《送花楼会》吧。好啊，领啊。兴匆匆奉命把花送，那管得可是一年十当中。比过了门房宽修人，进得府来落无穷啊。别停，唱。今日我要倾吐中上表心意，愿小姐连日些你将我拥
哦哟哟哟哟哟，跟味道浓啊，跟味道浓啊！三哥，我又多了一个师阿妹嘞。那么刚刚许杰老师讲我搿个啥个美国洛杉矶转来了，但是真的事体了，我真的是刚刚昨天晚上才从洛杉矶赶回的上海。之前呢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能够和陆锦华老师有一张合影，但是呢很可惜，我想去的时候没办法去。现在呢我到了美国，可是陆老师他已经不在了。好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呢，我们也能很好的缅怀他。好，对，讲得太好，讲得太好。好，接下来阿拉言归正传，准备开始演出。归位。那么也14岁。真治他个故事发生了呢明朝万历18年的冬天，真是隆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寒风好小。但是辣湖北襄阳府襄阳县的御史府里向，却是红灯赶着，故日齐鸣，欢声笑语，宾客四巡。哎呦，啥个事体这样呢，马家？因为今朝自家了回乡的御史陈备得53个头上人，所以在襄阳城的富贵人家，才到此里来把寿斋。这些辰光门进来一个人，啥人呢？伊不是别人，就是湖南开封人士方钦。方钦奉母之命在襄阳来寻姑娘家同地的。哎呦，讲起这位方钦哎呀，真是不得了个了，真是了不得呀！方钦这个小伙子一窝里，不好再讲下去了。再讲下去，我所在我个舌头个办法过来了呀，还是唱吧，唱。哪能搿个椅子弹得哈个？你许杰老师搿一腔是天天辣弹椅子要用功是用功得不得了，用功的那哈么，连自家讲的，夜里向困觉摆来这张椅子困，摆来这张茶几困个。凭良心讲，我脑细胞真的去得相当多。好，废话少讲，阿拉唱吧。本是在乡只身富贵人，谁料想今人也家得病，为求功名健康本，他是80岁他相认，真恰是御史我是亲传人，夫人在来云堂上洋洋神。
请坐，请坐。请坐。哎呀，坐东，坐东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请用身后啊。哎呀，这位夫人，哈坐，哈坐啊，哈坐。今朝老爷50大岁，你老夫人啊。忙实在，是啊，忙实在。今朝老爷50大岁，带着介许多贵客，送来介许多寿礼。老夫人，侬真是好福气。哎呀，夫人。哎呀，红云散花，马拉真是少见多怪。要不是兵荒马乱，我老爷50大岁，我娘家的12儿子方阿庆来把寿，送来的寿礼们，起码还要用年4条官船运到襄阳，干嘛才叫真正的热闹嘞？哎呀，老夫人啊！娘家的辰光，老太爷之寿，别个不讲，光岁岁的礼单也算了个3日3夜啦。那么多的存在，那送来的东西啊，放盖里是放啊放不的，放不落来，放得落，放得落。我放假的厅堂啊，就有东花厅、西花厅、南木厅、翡翠厅、白玉厅。老夫人，这房子到底有多少多啦？这房子啊，10多不算多，10小也不算小啦哈。东花厅到西花厅，一条长廊屋啊里中人，先衙门到后衙门，3呀最分啦近。
王家把鸟听得比菜呀多，想来怪子金锭，再无世子内幕良，政治铺路。内地问啊，政治铺路啊，那要这么多？哦，不对，这么多？哦，不对，要这么多的政治哦。哎，那政治了那个放假们，还不是像王队一样的呀？对呀。像我出嫁的辰光，我婶娘还送了我一阵政治宝，政治宝，千年海底个亚明子，传承玲珑他亲生，三五闹翡翠波，这个浪古今里，古今里。杨子把我调来问，林公子一里一记他的，把天菜呀鸟他身，黑夜放光，不用等啊，是我放假传家宝，家人我就想呀人啊，带来人作为小姐陪家门，岂有富贵做高明？富贵做高明做高明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个宝贝啊，讲了老半日去嘞，我们还没有快进过来。今朝老爷无十大寿，老夫人我心里高兴，带众位夫人到小家房中去看看哎家。想老夫人。哎呀，这位夫人请啊，老夫人请啊。请啊，请啊。红云姐，那老夫人刚进来当些什么，又有人来在。哎呀，红云姐呀，芬芬爸爸，我家有亲戚来了。哪个亲戚啊？那就是老夫人实也相应的湖南方大爷来了。湖南方大爷来在啊，带我去禀报老夫人。红云姐，哎呀，红云姐呀，我娃娃没有说坏你。老爷吩咐，先请方大爷到蓝云堂见过夫人，顺于相谈沐浴，给完衣裳，配起高头白马，再备上了礼单，从后门上马，到前门下马，这是方家的体面，也是沈家的光彩。芬芬爸爸，这么也是你？哦，这就是方大爷啊！是啊，方爸爸，侬会不会的弄错人哦？我怎么会弄错你？这不是方大爷。去。有请老夫人。
儿子放阿青来宰呀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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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是娘想呀想啊！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着在，快快有请。老夫人，这方大爷的打扮是与众不同啊！哪个我啦？伊身上穿的衣裳是一块一块的。哪啦？真是有眼发射金香肉！这个嘛是皇上亲赐的八宝衣呀！再加上穿个鞋子，张开嘴巴为吃人啊！哦，这个就叫虎头须，还是一件宝来，快快有请。是。今朝啦，真是哪个造化，稍是见了方大爷磕头领上，少不得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谢老夫人，方大爷，请我。我穷人走近，一个就算气邦邦叫个虚不来。认错人啊！老夫人所谓弄错啊，方分爸爸讲呀，老爷吩咐，现在方大爷见过夫人，稍后香汤没有，各换衣衫，背上高头白马，这边十六里战，送回门上马，西门下马，再进吴家老爷，这是方家的体面，也是沈家的光。老爷啊，老爷，侬真是老糊涂了。那方家既然穷到这个狼狈，侬哪个好叫伊今朝进府呢？可要是被人家看见嘛，我还有啥个体面，啥个光彩啦？啊，宝贝啊，姑娘，我是娘想，我爷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到在，侬手动，手动。姑娘在上，哪有这儿的所谓？哎呀，侬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哪有不如之理呢？手动，手动啊！多谢姑娘这儿告诉了。姑娘，小侄久违之言，今逢母命得到相娘啊，那个娘记性真好，晓得今朝是那姑爹50大寿，特地派侬法院千里赶来，他那姑爹做寿来了。跟我晓得俺少娘也是要体面的，今朝准备的寿礼一定也是光光彩彩、体体面面。跟我叫丫头侍女出来收寿礼哦。姑娘，姑娘，这儿不知道今天是姑爹的寿辰，故而我违背寿礼，还望姑娘见谅。自家姑娘哪个会去叫侬个寿礼呢？手动，手动。那真是穷困头灾，连个道理都不懂在啦。阿青啊，侬今朝嫁出来，
比不得自家屋里。侬身上搿身衣裳嘛，也该换换一个呀。姑娘，你真是我母子莫言的痴情哦。自从姑娘相两人，家乡是兵荒马乱年年增，3年怀荒3年老，15身家救父催，我家不应早为老，犯官家在花城灰。我母子无有亲生的，只落得苦受文当。好在，侬不要讲下去，侬不要讲下去了。哎哟，阿弥陀佛，介许多个穷闲话，要是拨了人家听见嘛，哎呀，放假前世少年生，后代有此不孝顺。在家贫苦谁知道，何苦要官来相要出臭名啊！你凭啥来世到还有苦？今日里随堂所门众嘉宾啊！不要讲别人半论长短，就是我亲生下头。大看清，再说是穷鬼上门无好事，倒不是趁早当发可心。阿青啊，侬不是他那姑爹做手来的，那么侬一定是另有要事咯。一来向姑爹姑娘分好爱，个好个，十二次孝道，那儿你二来向旺旺堂里表敬。好啊好，那三你这三么？自家姑娘面前讲好在。姑娘啊，小子听到声连篇，欢唱银河10余年，若得上京去赴死，真乃是元朗修舍少盘川。我得到襄阳健康分。哎呦，自家姑娘面前哪个好讲价呢？那么侬要价多少啦？姑娘不多，把银300两。300两！哎呦，这真是狮子大开口，银子用笨断啦！这一开口就是300两哦。阿青啊，侬讲上京官考，搿侬300两银子怕啥个用场啦？姑娘啊，100两当罗比宁，100两当转家人，100两我真等银账上清啊！阿青啊，发多，那银子还没到手，搿用场倒已经派得了叮叮当当啦。怪不得放假，介大一份银价，把伊摆得个挖脱精光啦。
阿青啊，自家姑娘好商量，好商量个。多谢姑娘，还不晓得搿300两银子赶不赶来？绰绰有余。阿青啊，搿请捐归请捐，搿银子不归银子。侬今朝家家去，搿啥个辰光来还你？待小者日后得中了功名，连本带利一并归还。那，一讲两讲讲到啥地方去了？哎，自家姑娘家同的，我要命侬离点。小者失言了。阿青啊，不是姑娘辣侬面前讲句扫兴的闲话，功名2个字，那个好像3只指头捏点路，噶便当啊！姑娘啊，小者愧不知见来，此情恰比盲目言，派我把肉早成亲，昼夜伴托教子年。这代一代风涌起，平地扶摇是上青天。不过我个三儿子啊，上言道功名本是钱啊事情，富贵从来不有个拉人。姑娘我虽有再陪伊，只怕侬强求功名枉费心。姑娘啊，切实飘泊下欢心，困睡还要是绿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何况这儿我放弃。那古人自有古拉人福，你莫比古人来比是身。你本是吏部公子在相后，何奈首富家之名，恰为我如今落难问唐事，风骚地来越拉当灯。姑娘啊，世上非见千年夫，人间哪有繁言平？休想我如今落难分堂数，宽手我今晚怕马车往城。我个啥宝贝呀，你怎能今晚把马出拉往城？姑娘我是白夜梦里也小心，真乃是世上谁无千年夫，那人间倒有万年平。且看那古今多少读书子，潦倒一死就发拉翻身。姑娘我谁不精通那六章石，那莫衣相不也懂3分。我一眼看去不为得错，劝亲啊，你上京官考做来把人。我知道国中有国情，
年只娶二家婆4天之内起身，放情却只算一算我母亲48天苦为命，倘让我苏袖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？要得为生，去买灯我花，老母临别我的你，出门不必在家里，年夜切莫太省心。姑娘啥雨不到此，离别真不要娘几分。姑娘啊，小侄子登山10岁来相娘，只有你姑娘骨肉亲。姑娘啊，今日头亲戚靠本，明年他必要龙啊门，啥在平生英勇之，不忘姑娘栽培。阿亲啊，搿侬要去上京官考嘛，做姑娘个哪有不人才侬之理嘞？上年到同期面子国用亲，我不招应谁呀招应？儿侬倘有翻身子，我也转光脸张亲。姑娘，速动速动！看样子今朝家佛家是佛过门在啦。不对呀，我今朝要是一颗答应，假不伊3百两，搿伊银子大得起，倒是用光在。明朝么来加600两，后天要来加1000两。哦哟，搿个样子借下去嘛，我陈家搿份家当也要被伊扒光在。再说挑三拣金，总是填不满个呀。佛子呀，搿我总不能让伊空上3个回去咯。搿不然人家讲打起来，总归是讲我做姑娘个不近人情。
多少加点币，红银3块。老夫人，哎呦，阿青啊，搿侬啦要是早来3天也好，搿迟来3天也好，搿今朝啦真是不巧你。姑娘少来3次怎样？哦，搿侬要早来3天嘛？搿大便屋里个老师他得丈夫在这个路上，伊拉们是来花娘个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发慈悲，让步开开。葛么伊拉晓得我姑娘是落双好事个啦，噶么我投机之笔，啥家说落，一想么就是3百两。搿侬要是早来3天嘛，我搿3百两发想么也好借拨侬再。那么自来3日呢？哦，搿侬要迟来3天嘛，哪姑爹搿手做过东在，搿做姑娘个放出去个私房铜钿嘛，也好落落实实个收回来再，搿么也好借拨侬个。搿今朝啦，正是吃茶碰着一坨，不巧啦是不巧。是此，小侄告辞了。哎，阿青啊，搿侬啦是路远迢迢家来个，搿做姑娘个夫人说话侬让侬空上算个回去个，我就是平平当当嘛，也要借拨侬个啊！欢迎上快，话不多出来呀！来了。那铜钿1千，3米1对。姑娘，这阿青啊，搿1000铜钿嘛，拨侬路上做盘菜用个，搿1对米嘛，侬背回去，让儿子俩嘛稍稍家吃吃。哦，顺便辣少娘面前也同我好言几句，就讲我做姑娘个实在是没办法，搿一点点嘛，就想表表我个心意。哦。姑娘，小侄受之有愧，请姑娘受为。那个我，侬不要？哦哟，阿青啊，做姑娘个说已经嫁过拨侬这样，搿是侬自家不要。至于讲打起来，不要讲我做姑娘个不近诚信。红银3块，夫人，也不要嘛拿进去。把米好为几个，铜钿放了门房间里，好打发高花自个。小好气，好气！死里不娘太不夜雨去过我伤情，他这一切你对，万事是当分言问求去的神啊！不能放任啊本，常言道，穷的哪有穷到底，富的哪有富到根。尊王上有翻身人，昆仑也能上天啊地。现在后代且不能，就比古的老大人。那不叫那个，那不叫那个，那不叫，有啥好不能讲啊？想当初老奶奶问不成亲，穷途落魄生啊婚亲。因为我祖父还在栽培他，后来才一次要进官朝啊听。侬先出事啊！哈，侬到来西冲跟在，如果那姑爹送什么死？那么伊是
真是个萝卜呀！那姑爹，哼，那姑爹上来么就是荣耀虎背个满腹风采，头像西瓜是一时用我啦。可是做姑娘老早就宽正的呀，侬啦，我也不能宽正大罪，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啦！侬搿只头啦，也不像冬瓜头嘛，也不像萝卜头，倒像只橄榄头啦！那跟人家来懂我呀，搿头像橄榄是翻身翻来，所以落去侬是难免讨饭。侬还想做官啊？侬这是经过世所举上天，侬头上早开公阿明，侬这是品德端正心德好真为民万可把那个心，侬这是少年余为立大志，对我为出瓜露出的神我生，侬是金地转我难翻身，千岁昆龙真能云，我老爷落难死于高官做，侬放心只好勇士分当门。对到红烛水，请姑娘你手袜之中，要女在搿只我桌上讲我对大红烛难遭遇，搿分明是向我写下无知，搿背后不可呀！侬搿我桌上，侬拨我听懂，我不早么也不枉拨年纪照过来噻，我们要做到第一噻，侬搿我桌上啊！我看侬搿忙对里见笑，怎能对对撒谎？我看侬过去对你遇见高，怎能身穿高帽？我看侬如是家怪谁与笑，高须真相做浪涛。姑娘，你言重了，重啊，重我来后头来，侬个命里早知定，穷举跟了侬家与根，姑娘一安随宽正，侬是今生今世难翻身，侬放心在于高官做，是非是龙堂好处多传承，侬放心在于高官做，少走并你会出动生，侬放心在于高官做，6月王我随成兵，侬放心在于高官做，王官出国边吉林，侬放心在于高官做，是非是有了东山十先生，那朝中文武史官人，皇帝却手抱家珍，东挑王宝西下诏，一心要灭侬宝贝放亲。不等姑娘好教训，小的是没吃不忘记在心。好吃慢，哈里去呀？为将夫妻间那姑爹在，小臣衣衫褴褛，却见故地，岂不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？因此不见也怕。好个，有志气个，干么侬为起个不忘错呢？小臣既能来，就能取得，不劳姑娘费心。我啦，快在侬娘个份上，总不能让侬为父的家乡见不到亲娘。喏，这里有点零散的20银子，侬拿得起，可不能取而复返。多谢姑娘，小臣即使雁门求娶，也绝不随你臣服，本分人子。当真？一言既成，驷马难追。从今儿我与官再到襄阳来，不管不见，臣
看向娘嘞，莫怪姑娘不留情。现在进门站在家，二家进门端家进。姑娘，谁要是小才有了功名呢？啊，侬还想与孔明啊？敢么侬听懂？你这是二兵不杀生狂妄闹妖女牛大头顶上去，摇摇摆摆摆摆摇摇的天新闻出我们，明路河道上我们，姑娘我黑毛多脸会在你，三目一杯金放情。姑娘之言，谁可不要后悔呀？哼！刚刚御史夫人哪有反悔之理？好，告辞。我错啥了？哎呀，红云上花！老夫人，哎呀，老夫人，搿次我出场气得我头昏脑胀了。红云啊，快趁几斤胆香来美美，你穷气兄弟，穷气兄弟哦！哎呀，红云啊，穷人的余生保不啦，快叫伊从御花园家出去，御花园家出去。小子，什么红旗莲子关我情，却原来是配颜料，配无心。死期有家，自己出去吧。真是虎落平阳早春去，龙坤千岁配佳期。方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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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婢翠萍奉了小姐之命，请方大爷离府。小姐，是啊，小姐是人夫千金，就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。既是此，相反忠告你家小姐，生不就是这身，不便久留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一见表弟本是英勇憔悴，令人悲。当年是装裱相思似水中，今朝里唯愿陪梦来情凝表弟，请来见礼。啊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与你见礼了。小弟还礼。表弟，请坐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世所了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娃娃没有教完你。表弟，请。
不知表弟何日到此？今日才到，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举母大人可康健否？托付穷尽，翠萍，快去端茶来。是，不用了。拿点心去。蓝云堂上早就吃饱了。哎呀，母亲啊，母亲，这虽是你的不是了。常年老千都桃花女子啊开，知情理该好快啊开。何况我人家身在方家，怎能够关若相逢心啊离归？君子随应不随从，难怪表弟怒莫为。表弟呀，曾记当年在我暖，青梅竹马两路采，举母娘当我是亲生，相待更比是阿母爱。自从我家前襄阳的大暖波上往来，迎着爹娘常到今，举母娘的恩德难忘怀，真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，语言先通实与在，今日难得表弟到，骨肉团聚重相会，实在家母饮酒醉，一言半语须见归呀。姑娘寻教要的好，准备酒别举不归。小弟是归心似箭难久留，表弟莫用多理睬。表弟你不愿牵一刀强呀，怎能够匆匆而来几回？我母亲茶语不到此，与其亲在离呀来陪呀。小弟离家就出在，转眼已是腊梅开，有子在外子母年11门盼儿归。表弟呀，你莫愁，与子离家20几年，莫愁举母娘愿意盼儿归。待我兵命老弟弟，去见举母襄阳来。表弟呀，你留在我家，尽多数谈等来年父成为呀。表姐呀，母
母亲年迈难援引，有否曾经不别来，一片好心的牢记，期待他年再相会。表弟呀，当上还有弟弟在，难道你不去问一问？表弟你不必匆匆去，弟弟责怪我何言对？表弟呀，能够出来一还愿把出马送你归呀。表妻是自真心的刘芳清，他真子么儿的子乃更改。表姐呀，我闻堂缺少营门童，家里有妇是女呀在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，小弟是恨妇丧子难安非过哎，今日师弟十里去，他年父亲来亲在。烦恼表弟向姑爹问好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，既然表弟真要归，如今也不便强留。彩萍，小姐，你去取300两银子送与方大爷，以作路上应用。是。且慢，小弟修业在先，不随政府吩咐。小姐，方大爷一不愿见我家老爷，二不愿收我家银子，这也是何是好？表弟他立志不随官分你，空嘴怎能把家为？想起了我家有座真祠堂，在我娘亲陪家来，倒不是么愿不归上送表弟，借花献人巧安排。表弟他来在富士与讨分，我随算公公这既然表弟不随我家分文，那如今欲把官点心送与表弟路上冲去。臣父之望，万难领受。这是表弟接表弟的上元糕。好开菜，好开菜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得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姐一片心意，使小弟心领了。表弟，这是表姐托表弟送去娶母娘大人的，难道你不是人与己一片孝心吗？这是小弟证明。彩萍，你别方大爷在此上台，我去取上元糕嘞。小姐，取上元糕，我许小姐亲自上来带我去取。哎呀，彩萍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有何急于事嘞？哎呀，方大爷他不愿随神父1分银子，哎呀，这便是何事好？哎呀，方大爷，你
你此去无暖，路途遥远，你空手而归，是无事的。我这里有银子一锭，属于方大爷，卷走路费。这是何事的？哎呀，这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看在领上得来的。你不收，岂非把我当作老夫人一样看待了吗？求我大姐性命！我是小姐梦中幸福的，上我名叫彩姑娘，你枉为同妻莲子过说起，不惧丫头小翠鼻。今日贵州大吉，特挂明星不忘。家门，风起浪高，离须孤独，月黑三更没见家夜影，一度要得你摩托车呀，长远高崎岖。老李单位太平城，你定要上水奉接举母娘，举母娘起了这高铁，他定知遇见小弟知道了。
当作要留神。难道是这高低乃是林子仙操作？难道是吃了未必长生不老的老寿星？这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玲比陈官爹，我本当我证明大为真娘亲，只怕丢失在中途，岂不是么愿为表姐一片情意？大爷推脱不肯背，莫非对娘手相信？彩屏的女多伶俐，说得我们哑口无言难出声。见表弟多心生迷猜，他哪知么点心之中也点心？表弟呀，语气定无比，王表弟曾愿告千万娘美人。小姐，方大爷他早在记下了。表弟，我亲自奉的，不知何人在闹香呀？每等小弟与功名，再到襄阳还表姐。今日分别郎妹开，但愿相逢两泪情。如果你功名成不成，切莫要隔断襄阳一马前。方琴辈子把个怒气冲冲吃神家，身为的机智别跨目，心急好了再管小方琴。方琴得举送的，身为的再得举送的。公是两高头呀，总是把对子。哎呀，燕子啊，十几年不见，你怎么一到家就要回去啊？来来来，快随姑爹回家去。哎，姑爹，是小事都来送我命，这是为何？这位方才，我是蒙姑娘结婚，各位立下誓言，不得功名不做官，不得向杨继公娘。身为的听着小女的非喊，既敬佩一个志气，又不舍得放弃自家的尊严。丁丁恨嘛就是自家家小了，哎，那还自家的势力呢？现在方清不肯跟我回转去，那还办呢？身背的一通南京嘛，现在啊，燕子，姑爹，不知你可曾定亲啊？昔日尚未定亲。哦，尚未定亲，哦，尚未定亲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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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燕子，既算尚未定亲，我想将小女终身许配于你，你可好啊？哎，姑爹大人，想必最能采成小计，而我方清一并实现，不
高配，不该高配。你我两家不分彼此，配得的，配得的。哎，各地大人，上一道得好，婚姻大事备有父母之命，媒杂之意，在此际父媒奉聘，甚厚体统。这个小句倒是出客的呀！要信万人不嘛，该得是荒郊野的人啊，么落来的美人呢？这美人嘛，言之倒不是就以这旧送定，就可送死为媒啊！聘礼嘛，待你高中之后再补。哎呦，个父亲一天没洗脚也写出来子呀！也细夸在这个举口送日喊做美人宝宝时，哎，你手里像个水鸡啊，还唱越节奏啊！哎，各地大人，劝送定正口为媒，真是实现了。哎呀，燕子啊，你就看过今天是我五十大寿的面子，再加上我写下，哎呀呀，你就快应用了吧，快应用了吧！方清本来十讲几句话一讲嘛，心里想一人感动。像我现在穷得了十讲啊，乃可侬自家个独养囡的终身来陪伴我，足见乃功夫对我方清是一片诚意。而是今朝是你50岁的生日，读脱子满堂的宾客发办，再带此地来弄我再转去，我再不答应了，比我方清不懂道理，不近身材。那么大夫是实讲了，娘我啊，先指里向打一个滚，答应下来，娘里呀，生日开开心心安心一记，留下来的事体嘛，这还留下来再说着。哟，既然如此嘛，各地大人，哎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先是拜见岳父大人。好，既算是此，快，延续就跟我回家去吧。哎，各地现在都来送我命。这又是为何？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在姑娘们前诚恳许诺，如果再来襄阳，奉姑不到神风。这个有志气。好，延续，你与我计死了。不管有关不管，你都要在海襄阳的呀。是，高地大人，我方清归家，定要用功尽夺，得众功名。大将来风风光光，言传别记，已不负高地待我一片大恩大德。高地大人，方清悲。别，方清哈了不住声来，这个眼里像斗心的真知识啊！哪知这八股一个人忙正风息之中，失冲的冲进去，沈贝的望着方清的背影，延续一路到冲啊！
昨天错了压木匠，水气没得发毛，铜钱全部死掉，银子还到钱还少。有办法了，只好请老王爷帮帮忙啦！来哉，来哉，生意来哉！难以平息，无法压关呀。
表姐呀，原谅我纠结敞开着点心啊表姐比天啊高，小弟父子错怪你，深深歉意托风啊上。想不到旧居还有个样个宝贝。要我命你呱呱叫，走过来。小宝，啥地方跑？闻他笑，真只把他接去了。马身抢到太阳吧，我好比身上白头玉虎榜，皇帝表弟心也偏。可是分当老爷讲
神采我想想，自从神他被放亲之后啊，一进了天几个边地，闷闷不乐。后来得信边里的路浪向，竟然碰到强的珍珠，他被抢脱，人啊发了世界浪子。想想我是为此也想自受边地，想不到送子珍珠他，害得边地不在人世。今朝谢家坐了个窗口门前，对外头一望望，哟，好大的风息！想想别的呀，谁是我孩子那位？对台浪向个珍珠他妈妈，追他了，你这害人的东西！现在个眼里向都是个珍珠人啊，何来？指望你自受别的飞将相，水里下泪决一地把命丧。莫非你一直爱夫妻病，把人吃与我母亲心一样，吃病送否恨心上，你受不了白日口语饭过香。举他呀，举他啦，举他啦！我神他背路别的非人能吼，害得他悔恨终身把命丧。我恨不得13里争取他，两秋两家的相知，这一生家的相知，这一生。
该得的，陈小姐是哭哭啼啼；该面的，方清但是时来运转。虽然碰着强的，但是有贵人相助。方清来到京城，苦读3年，各种投名状元，实上金帝肃清方家的欲望。皇帝大赦天下，封立为七上刑部太守，并赐以七上刑部的金印。现在方清之痴痴荡荡，洋洋巴巴，扬眉吐气是宋的襄阳。大臣顺治襄阳地面。令大臣顺治襄阳地面。离人也有2酒之邀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官传该种名酒，就在前面把握，不正军统地方，不正走路风声，是有违在从者不杀。好，众军速去准备衣帽和应用物品。是。襄阳啊，襄阳，军事从里，怎不叫声出军胜行呐？襄军上专攻这归在鳌头，预备青天策地邦，何愿先前生生母，
落秋庭前曾是他，真诚相待心意长。老房本与小菜饼，喜中送炭我更难忘。此番我待天心上不相养，我不免有关该半副关阳。一来是私营茶坊民间情，二来是私恩报大心愿长，三来成天是姑娘，看她是否变心肠。姑娘变了样，往事狗笑不表讲。唐山姑娘不变样，莫怪我一小晚上去收一样。禀大人，预估这本道义道母一概细微。好，此次更记4回。是。我与官该办副官样，曾记当年受人辱，如今在上滥用当。唐家姑娘变了样，往事狗笑不必讲。唐家是姑娘不变是离人，莫怪我专程相机去修一样来此一次人夫后院，君子不忘记去，不免远路而去。小道下山来，万花遍地开。玉姑一声响，把仙姑东海。哪里来的道士，竟敢私闯花园？放本是我啊！小主人啊，你终于来了！
真假，快去报与姑娘知道，神武来临。哦，小主人，你吃饭有关？无关呐，无关。哎呀呀，小主人吃饭无关，我啥是报与夫人知道，岂不是又要被他羞辱一场？这，对，哦，小主人啊，你在此稍等，我这就去禀报去啊，我这就去禀报去啊。见到李正言杨柳秋情，欲愿好情色意。艳阳天花自君，半自天我愿成啊。一年间神去随从从此不，西风王爷受杀身。曾记得表姐灵隐神官殿，千言万语要留神。还有彩屏书本村，新碧姑娘生家分。今日里杨梅突起到此地，道理真言算家音。哪里来的帮身道士，尽管查到于师傅的黑原来了。原来是彩屏啊！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？怎么叫出了？哎呀，原来是方大爷，见过方大爷啊！方大爷，你请坐啊，请坐啊！对不起，名字像天子的。哎，彩屏，我还有娃生。小主人啊，你岳父来了。岳父，哎，岳父。也许你怎么不从前门而进，反走后院呐？哎呀，岳父大人，这叫做君子不忘祭酒啊！好一个君子不忘祈求也。母亲在家，梦里上去照顾，清早随小婿一拜。此我盆内之事何用客套？也许你去年路遇江城，不知陪后生所求啊。岳父，还是让我先见姑娘，顺后再与你详谈别语之事。你去见他这层。方本在，快带新姑爷到县厅摆酒，我与你进府。哎呀，岳父，我看还是让我先见姑娘。你要先见姑娘，先见姑娘。不见也罢，须有不见之理呀。你就这样去见姑娘？就这样去见姑娘啊？这与姑结拜。哎呀，岳父大人，你还不知道这与姑结拜之妙呢。这与姑一靠啊，可以唤醒世间梦名利客；这结拜一项啊，可以进行苦海梦中人呐。真是士别三载，刮目相看。也许你当真唱了陶金吗？是啊。那你在哪里唱呢？南京。南京。不京。不京。哎呀，岳父，最江湖的么南不两京都要去呀。唱陶金还照顾南不两京，这我能瞒得过谁哟？
啊，也许那你还去过哪些地方呢？去过吃啥？吃啥？你就是哎，唱道人，唱道人吧。唱道人，唱道人。哎呀哟，此小去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。也许素来与自相，不管哪位到襄阳，此类遇见他不同，用光换把情昂。我看他我他我有三毛脸，分明是有关该办副官样，这放情绝非去放情，姑娘还是去姑娘，也许君子不忘旧，今日他有意结果死心也许你去见过姑娘，这来前来见我。真名放本老爷，快带新姑爷到蓝云堂见过父亲。是放本不必细说，这条路我还认识你。哎呀，老爷啊，老爷，你怎么能去让小主人见夫人呢？夫人见了他，岂不是又要羞辱一场？总有一见，这一见呐，才会有好戏看呢。有好戏看？哎呀，休得啰嗦，快带我去看好戏去！快好戏去，快好戏去哦！两个小丫头，这途经小瓜，你老夫人的劲头，谁把那打断他嘞？老夫人，河南方大爷来在。啊，河南方大爷来在。方阿青来了。那看一个光景，哪能啊？与以下大不相同。哦，难道你做了官啦？做子官嘞！哦，你是前面做伴，后面一股蹦蹦蹦，做了3品大了啦！啊，做了3品大啦！哎呀，真是俺个方家祖上觉得，也是我个少娘嘛，教子有方。也算俺老糊涂，龙安失宝。红云啊，老夫人，那么也是吩咐外甥哩，还是内定本君啊？我看啊，也是吩咐外甥。哪一裳？更西裳。哪一道？老夫人，
倒是猜猜看。哎呦，小丫头，还要叫老夫人猜猜看来。朝代当中嘛，要算大兵的制度。兵队的不是，都两道，还不是，那么严肃的，哎呀，更加不是嘞。哦，一定是师傅道嘞，师傅道嘞。老夫人，我是要采用不得嘞。这究竟啥个道啦？伊是龙夫道。龙夫道。哎呦，不对呀！这江西嘛，只有龙虎山，啥地方来的龙虎道啦？老夫人，伊是做了龙虎山上的陶官仔。陶官？难道伊出家做道士啦？出家不晓得。只见伊呀，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手拿一只帽子筒，还有2根帽子板，这只蹦蹦吱吱，这只蹦蹦最刚夫唱子讨情仔。我啊，早就料到的呀。俺放假桌上吃得出了各种各的大吃热手，老糊涂啊！偏偏拿我的宝贝囡去许把那个这穷举。红云啊，老夫人，那么现在伊人里就在外面，七家一进来是。哎妈，先生我也请是。快意还有个这面孔来见我了，气数。方大爷，请啊。在上，小人奉请拜见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姑娘在上，小人奉请拜见。哎呦，我倒是啥地方来个蓬莱道长，原来还是方阿清宝贝呀！红云山块。那2只细丫头啊，搿真也不单，地也不少，岂不要帮我方大爷个数毛，弄恶操方大爷个红袍？姑娘果然就心未改。阿青啊，侬坐啊！姑娘在上哪有小日的所谓呀？我有喊我们弄嘛，弄只管坐了啊！是高手了。那红云山块哪2只细丫头呀？这方大爷来了嘛，也不早点通报我一声，也好让我斗顶相会，出外会接。这关节来时嘛，又要把人家讲嘛，我是从夫起兵的呀。姑娘已从了。不对呀，哥哥我出生啊，以去年子来的辰光，一夫穷相。今朝来啊，是红光满面，走与走相，坐与坐相。红云山块，老夫人，伊去年子来的辰光还讲过，与官再到襄阳，副官不请我姑娘。今朝来，难道伊真的做了官啦？老夫人，伊不是讲无巧呀！哎呦，我要小心点哦，小心点哦。
常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但听口中言。今朝啊，我要仔仔细细地盘问你来。阿青，姑娘，我的三宝贝呀！家上放起三宝贝，长不换难得开，东风飘来西风吹，哪有人好风吹过来？今朝吹到我襄阳来，两边随风早这样归。娘去襄阳，有道是功名本是名利听，富贵送来不由人呐。都是侬讲过呀。哎呦，死丫头！我看侬不对比原上得好，定能头戴无所毛，侬是资源富的发言小，他去无所闻相调。小日是赶忙对比见与笑，怎能找到无纱帽？我看侬没一时间个上得好，定能身穿大红袍，三品五品万言笑，他举红袍万字袍。小日是足见地雷遇见高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看侬是三世修来个路还家坐等高须半当场。小日是罗氏家刚西有笑，高须真想做上套。姑娘我已想法高，我名利不管休去呀。亲啊，侬有管无管吗？哦，我想问得过我姑娘，搿啥眼睛？哎呦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！哎呦，红人啊，老夫人，快快吩咐去客厅把酒款待方大爷。见过方大爷。哎呦呦，他倒变得好快呀！姑娘，哎呀，姑娘啊！小日是命运贵，光有博古通今世，荣华富贵无闻，名落深山万年难回。我只得一曲大情到处唱，姊妹一日走天涯也。府里芦苇坡，一副穷相又出来了呀！阿青啊，
做官嘛，到襄阳来做啥？姑娘啊，小日不管心啊有愧，怎管再到襄阳来？都中为么落雨半仙张天口，他说我们一须定能灭山而在。小灯苦黑大灯苦，光用寒痛三生事业算盘倒当得好个呀！老夫人，也是要有小姐完婚的呀。搿种家人啊，叫做穷心未退嘛，杀心高招啦。阿青啊，搿么侬当真没做官咯？当真没有做官，果然没功名，果然没功名。搿侬没功名，刚刚姑娘辣好厅摆酒，哎哟，搿不是取笑了侬了吗？姑娘啊，三夸老夫人，吩咐下去，花厅的酒席吃掉，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吃。哎呦，哥哥我出生啊，我倒不伊晓得嘞，是汗毛淋淋的啦。哎呦，侬辣辣笑啥？我在笑姑娘你呀，笑我姑娘做啥？等到有了功名再来问婚，这叫大灯苦后小灯苦。哎呦，哥哥我出生啊，伊活真活假，不要伊真的做了官咯。哎呦，小的，快快送茶，快快送茶！哎呦，放心宝贝啊！哎呦，宝贝！哎呀，宝贝啊，侬一定是做了大官嘞！哎，小官，哎呦，大官嘞！哎呦，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侬不要瞒天了呀！姑娘用的。见翁之命理相近，不愿千里投知亲。承蒙姑娘好心教，立志奋发举功啊名。不应中途遇大盗，强取宝囊难查询。这对名上异乡的，谁知道我们谁知逢生与救星？来了江西必用心，得救小人上京啊城哎呦，这个真是啊放假祖上积德，不是保佑的呀！阿青啊，侬吃茶，吃茶啊！去噻，做官不做官，还不晓得啦嘞。阿青啊，那么后来呢？姑娘，请听，一步成为二月里，大地大变行花城。七篇文章三丈笔，今天算入苍心啊名。天子门生三丁家，
上元节的典章啊，亲。哎呦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！哎呦，恭喜方宝贝，贺喜方宝贝！哎呦，宝贝呀、我听那姑爹讲啊，侬中了头名状元了嘛？哎呦，是要有家三天，穷林富严的呀！是啊，因今日300名，纷纷齐出富少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范延平也去富穷啊林。哎呦，阿青啊，姑娘只管得侬讲闲话来，忘记他把侬上元宫接风来，红运3块。就是阿怎办好啊？老夫人，侬不上不了了嘛？哎呦，快点去准备上好的酒果，款待上元宫。上元宫。哎呦，去呀！哎呦，阿青啊，姑娘，自从侬搿日啊跑出蓝云堂，姑娘我啊是越想侬越有志气，越想侬啊越会得出山的啦。哎呦，叫那姑爹，我是一马再滚到九松亭。起初啊，搿老糊涂还不肯来。哎呦，我是没办法呀，叫方本的老总管阿得去个啦。哎呦，那好嘞，哎呦，走过来，哎呦，阿青啊，跟姑娘啊到花厅用酒啊来，哎呦，真的。哎呀，姑娘，小子的话我没有讲完呢。侬还没讲完啊？姑娘，请听。承蒙昔日精神上，从因于是精神啊真，最后失手当情事，胡言乱语马大人，天子分州龙吟啊侬。阿青啊，搿侬不是冲好了吗？是啊，将放清搿只幻想为是命，因此我放清万事就放清啊，没奈何我流落江湖长情。讲了半日天，万事为18，搿侬。哎呀，姑娘，哎呦，搿桩事体啊，还不好随随便便嘞。一些些做官，一些些没做官，弄得来我老太婆是昏头昏脑了呀。哎，我不是叫伊唱一曲陶琴，试试伊个真假。阿青啊，来。姑娘，阿青啊，看侬虽然有过肩膀，难道侬真的会唱陶琴啦？是啊。那么侬唱一曲拨姑娘听听。姑娘要听陶琴，小人怎管献丑啊？哎呦，不要紧啊，侬唱得好嘛，姑娘我从容有赏；唱得不好，姑娘啊不会见挂侬啊。姑娘真的要听？一定要听。好，
是此小人献丑了。我早就失去之耳朵听侬唱来。这如果一巧，可以唤醒世间名利看。这肩膀一响哦，可以地心苦黑梦中神。哈，定嘎定定嘎的，那么清爽了呀！哥哥我出生啊，伊要是冒过1年半载，啥地方来唱得来个人又白又暗个呀？今朝啊，我要叫老糊涂出来看看伊这个宝贝女婿。来人，叫老爷出堂。红阿鹏，哎，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哦。不错，今朝是我请侬来的，请侬来看看侬这个一母再赶到九松亭当面许婚的宝贝女婿啊，岳父感谢哎呦，真是岳母当有趣，兰洞当黄金啦！哎呦，老糊涂啊！我啊，今朝叫侬出来看看侬这个宝贝女婿。那女婿啊，是今是学得来一身的好本领，会得唱道家妙曲来。我今朝叫侬出来听听哦。陶琴有什么好听的？不听陶琴，且许家常。今朝的陶琴是非听不可，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好，那么也许你就与我大胆地唱来。是。那么弄好唱来。一个你，一个小树林，生贫困鞠躬礼，出师伯礼反相近啊，新家人把他来困亲啊。不胜子，兄不胜弟，少不胜说，妻不胜夫啊！如今胸怀有大志啊，名不惊人不灰心。啊，夫人，你可知道苏锦的故事吗？可怜苏锦当初得不到功名，全家人都看他不起呢。我晓得的，用不着侬来解释的。侬啊，坐了啦，听。也许那么后来呢？到后来变了情，穷苏锦成了富贵人，我国梦想为家尊啊，啥事忙坏了一家人啊，不言少留定相问归在这里听啊，我眼眉笑结束听啊，可叹世间万语数尽少，只剩一山不成情。夫人，他唱得好吗？好，好。
确。那么叫我非要听嘞，你不要听，我要听你，也许你这场的确。看生生是历经，滚作尽当流兵，清平爱抚清高人，是理之人实可恨。好嘞，侬不要唱了，算侬会得唱一曲到尽了。侬要是真的做了官啊，这个还了得？啊，也许你望到空门之术，离你为戒。哎，真搞毛碗阵仗，重造姑娘，真是荒唐啊！荒唐！老糊涂啊，这两句我倒还中听啊。也许还不想岳母被离。慢慢叫，哎呦，老糊涂哎！侬真的要拿宝贝囡许拨了个只穷举啊？这个不是好与落荒郊，好好吃了牛粪浪了吗？老夫人，今日已经摆好东西。好嘞，上斋、歇斋，上月啊已经比腊头月嘞，还吃啥个多人酒啊？你呀，真是牛也不是宝啊！侬老眼识宝了，哎，识得来搿能样子一个活宝贝，女婿唱道情，阿囡啊做道士部，侬啊跟了后面手手动点嘞。也许见到了就可以即刻完婚。老糊涂啊，侬不推个门亲啊，我不得侬关心我。什么？你还要退亲？一定要退？不退？不退，我今朝要得侬拼命嘞！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启禀老爷，门外来了中军骑马登城，说是来迎接切身巡安大人。去，啥地方来的金文大人啊？小婿好谁？也许何在此求啊？小婿得中举兵上元，欲的请殿，妾身监察御史。是我啊！哎呦，请大人可以。是更一事。老爷，你要退亲嘛，可以退了；你要拼嘛，可以拼了。哎呦，老爷哎，侬不要讲笑话了呀！哦，弄到我真的会欺负俺娘家对对亲亲的十儿子啊！我啊是怕伊不上进呀，用倔强法解决伊的呀。此次不退了。哦，不退了，不退了，不拼了。哎呦，老夫老起来玩上啥个武器啦？好，你之间有啊这些，也是有关，还没多列后地相逢。哎呦，老爷哎，侬不是火上加油了呀？侬啊，还是闻闻衣裳，去做侬的上人拉的去。哎呦，这老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滴滴滴的十儿子，要他我个宝贝囡还魂嘞！哎呦，想想开心开心啊！小三，今朝啊，那小家完婚，还不快去收拾？我们还要老老面皮，换换衣裳，去做我的丈母娘去在。夫人啊，夫人啊！观众朋友们，珍珠塔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，但是陆锦花的故事还在继续，陆派的传承和发展还在继续。此刻，我似乎有一种感觉，陆锦花老师，她并没有离开我们。只要陆派艺术不断的繁荣发展，陆锦花老师就永远在我们的身边。我也相信大家一定会继续支持陆派，喜爱陆派。那么就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将陆派艺术的故事继续的发展绵延不断。朋友们，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再见了。